步，歡呼聲啊！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樂於助人有少少片咗出去，包咗落尾啊！好啦，嘉應高升相當快閘啊，擺咗喺前面添啊，氣勢第2位啊！外邊有紅馬路啦，但係第4位咧埋邊位置係舉步生風啊！出邊第5位有美麗第1啦，第6位嘅馬就係呢隻好有心得啊！內欄第7就李健夢境啊，響外邊呢仲開心寶寶啊！後邊嗰5匹馬啦，分別係驕陽明區精算暴雪啊、金鑽貴人響尾3啊，尾二位置咧就嗰隻幸運有你啊！咁啊送咗安樂嗰隻咧就係樂於助人嚟響個包尾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嘉應高升一馬當先擺咗喺前面放啊，咬咗上嚟第2位咧就舉步生風紅眼罩嗰匹啊，再見到內欄嗰邊係李健夢境精算暴雪啊，攞出嚟中檔有氣勢啊，外邊追美麗第1，大外檔驕陽明區，仲有金鑽貴人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嘉應高升搖下搖下拋離後邊嘅對手，最少3個馬位啊，後邊有舉步生風響第2位，進佔第3位，精算暴雪，外邊追上嚟係驕陽明區，金鑽貴人都有份衝，接近終點，嘉應高升，我哋嘅馬王啊，真係贏到後邊甩晒啦！上場賽事已經翻到嚟香港，交出相當好嘅表現啊！嚟到今場戲肉浪琴香港短途錦標啊，咁啊已經係呢匹馬出道以嚟贏取第17場嘅頭馬。如果計到連勝啊，計埋珠峰遠征澳洲嗰場呢，咁啊已經16連勝。今場賽事咁啊入到直路300米度，輕輕搖幾步，彈埋正腳出嚟拋甩贏馬，跑第2名精算暴雪，第3呢要影啊，埋邊舉步生風，出邊係金鑽貴人啊！嘉應高升 ，He is the King 喺度再次有一個無敵嘅姿態，君臨天下，贏出我哋嘅浪琴香港短途錦標。跑第2名係10號精算暴雪，3、4名好接近，入邊就舉步生風，出邊呢就金。